用膠邊搞到周圍黐粒粒，好得人驚啊！今日嚟到津拍，就由我陽光仔嚟帶大家換膠邊同埋窗鉸，仲有更換露台門碌。膠邊因為老化、高溫、紫外線照射，由本身有彈性變到黐粒粒，唔立即處理就會令到鋁窗同埋窗框黐埋一齊，難以打開或者完全無法開啟。膠邊亦會失去咗密封嘅功能，導致滲水，甚至令到牆身發毛同埋隔唔到音㗎。用咗嘅膠邊要用專業嘅工具慢慢清走，清乾淨晒啦，先裝返合適嘅 TPV 膠邊，咁就耐用好多啦。其他配件例如手掣、扣片檢查過正常，所以今次都唔需要換到。如果你嘅窗戶好耐冇檢查，建議揾我哋進行一次鋁窗檢查同埋維修。我哋提供免費3年嘅保養，投保3000萬嘅第三者保險，不外判保證安全。陽光鋁窗服務，用心為你創造。